來看南投縣草屯的農民李啟元哦，伊摕到全國稻米達人比賽冠軍，嘛得到60萬的獎金。也毋過，因為獎金算作是收入，害伊今年無法度去申請勞農津貼，顛倒是損失。有立委希望講，這應該以個案來處理。農民咧巡田水，真正是稻啊等待授粉進前的關鍵期。伊是草屯鎮連續7冬摕到種稻啊冠軍的農民李啟元，今年67歲，至113年嘛有摕到咱農業部稻米高人的選拔冠軍，啊毋過因為得到冠軍，煞失去今年的勞農津貼。領到這個他的鼓勵金，因為他是30萬，但是農委是相對會提供跟他們的一樣的獎金，就超60萬，這樣就超過他的基本是50萬了，你就不能領取這個老農年金。因為比賽冠軍摕到中央和地方的獎金，獎金算是收入，超過勞農津貼的貸付條件。立委馬文君開記者會，呼籲中央愛通盤來檢討這種代誌，嘛毋瞞這位農民的代誌，會當先用個案來解決。其實農業部原來這樣子的利益也非常的好，我們的農產品其實在品質上面都可以獲得提升。不過也因為這樣的制度，它造成的這樣的一個非常大的這樣影響，尤其對農民的權益的影響非常大，然後又沒有完整的配套。啊，這都實際說提農產品去比賽，啊，你獎勵農民的物件，啊，你過來甲農民懲罰，這種有公平不公平啊？針對這件爭議，農業部回應，目前正咧計算勝利的農民113年度的成本，啊，個收入，啊，毋過也未算出來進前，按照規定，勞農津貼是無法度通摕到的。現在我們那個問題，看農糧署一算出來成本，那個必要費用到底偌濟，那我們才有繼續再討論下去這樣子。立委和農民都呼籲，農業比賽獎勵金，啊，個和勞農津貼的資格認定，應該分開來處理。立委嘛批評政府辦農業比賽，鼓勵農民參加，來提升產業的競爭力，無應該顛倒來害農民來失去領津貼的資格，造成農民困擾。記者黃義修南投報道。